那准想要提升台语的人口，增加母语家庭是上紧的。立委要求文化部就要紧提出做法，像台语路协会有带一群母语家庭做伙共学，创造母语的环境。因表示讲，目前上界大的困境就是台语资源真少，拢爱靠家己。虽然教育部有委托各县市执行母语共学的补助计划，不过协会也指出讲，亲像台北市敢若开放学校申请，真正伫咧做母语共学的民间团体，也是母语家庭。拢无法度申请到补助。刚好摕去做围巾诶，敢有看到伊卖啊哩对？是啊。对啊。家长用台语读绘本，一定囡仔听甲真入迷。台语路协会表示，目前因伫北部已经有200多个台语家庭参与共学，为着要增加母语家庭鼓励共学，教育部有委托各县市执行亲子共学母语的计划。不过协会表示，这个补助实际上对母语家庭来讲，根本看会到，吃袂到。台北市敢若开放互学校会使去申请办理安尼活动，阮拢是爱靠家己的气力，互家己招共学，家己找场所，啊甚至讲要找老师嘛是拢爱家己开资源去替囡仔创造台语的环境。协会理事长表示，侪共学家庭爱开足侪气力来创造台语的环境，但是县市政府的补助办法实际上阁无法度直接帮助到母语共学家庭运作。有家长以家己的经验指出，比起学校的活动，也是肯定伊的囡仔颠倒在共学团愈自在，愿意讲台语的效果嘛较长远。毋望政府的资源爱用伫对的所在。因为进前我参加过这个共学，我就搁转来试看卖，结果来遮了伊。加足自然呢，台语的资源啊，台语的什么，其实拢喺政府的手头啊，系啊，伊会使做的代志是咱的几6倍。政府提供补助的目的，就是希望母语会当传承落去。台语路协会希望讲，这个补助未来会使互民间团体，也是母语家庭来申请，安尼台语共学才通有久长的运作。记者卢尚如、王兴忠台北报道。